暖暖十门客，咱来故事看万庄脚囡仔用心话，咱的故事探万地。欢迎空中好朋友收听暖暖十门客。足久以前，有一间三合院绘本故事。过去咱厝内咧做事的农家子弟，应该拢有抢西北雨的生活经验。伫早当时啊，也就是第一期的稻作收割时，拄好嘛是上到西北雨的热天冷，一方面都爱晒漆啊，一方面都爱去抢伫咧西北雨来进前，甲漆啊收好哩，辛苦的收成才袂拍算去。今仔日的故事绘本，咱就斗阵入来马哈囡仔国的世界，做伙来感受抢西北雨的滋味。晒谷最怕碰上西北雨了，西北雨一撮撮又大又沉，噗噗噗打下来，顷刻间稻谷变潮了。爷爷说，看见天边翻黑，听见乌云里的暗雷轰隆作响，便要着手准备车稻谷。晒漆啊，上惊拄着西北雨，西北雨一撮一撮，大谷雄，噗噗噗拍落来，一目耳漆啊就冻起啊。阿公讲，若看到天咧翻乌，听到乌云内底咧打雷公，就爱准备收漆啊。伫台湾传统农业社会中，稻仔是重要的民生粮食，所以庄脚所在种稻仔，会当讲是家家户户最重要的工课。稻仔熟了后，赶起来稻角，号做漆仔。漆仔爱经过打扫才会抗质，无食就会布芽发痒，或者是生菇，都袂用质啊。只不过，以早的时代，并无烘漆仔的机械设备，敢若会当挖靠日头晒五打。过去，南部农村每一户的厝头前，拢有一个稻埕，主要是用来晒漆仔用。有时阵，住伫同一间三合院的家户，已经是分家的兄弟啊。拄着同款要晒漆仔时，稻埕无够用，只好就找其他的所在。阿文啊，恁兜今年收遐济漆仔哦，晒到对路边来啊呢？无啦，这阮引传一来的啦。阮即嘛伫站啊，爸爸肚较无方便，阮爸叫我来斗骹手啦。哦，就是安尼哦。我想讲，恁兜的漆仔就拢晒伫厝埕。哦，即种日真炎，若无落雨，晒2工啊，就干酷酷啊。嘿啊，最近下晡时啊，拢会落西北雨。虽然人讲西北雨落袂过车路，毋过漆仔若压着就干糊糊哦。你着爱踮遮顾咧，雨若来就紧求大人来斗收，知无？
我知啦。真乖。好啊，我要来去啊哦。比云嘛，行较慢呢。真乖，真乖。所以，伫挂稻仔的季节，庄脚的车路顶面，有时阵嘛会当看到有人咧拍七啊。好佳在早期的农村车真少，伫路边拍七啊，袂去影响到交通。每一年的5月节过了后，是云林地区收割稻仔的时节。因为是热人，下晡时啊，嘛是西北雨上接来偷袭的时间。阿文啊，今仔日田里无啥物工课，你免去哈，留在厝里读册啊。好，天色你要注意一下啊！地上透风起土粉，天顶落雨起乌云。你若看东边天咧变乌，册啊，都要紧收，知无？我知啦。这几天，阿文因兜的稻仔打挂好，田里无啥物石头，伊就负责伫厝里拍七啊。读小学5年的阿文上喜欢这款工课，因为毋免伫赤炎炎日头下去田里斗无闲，阁会当伫厝前的树仔下纳凉，多呢爽快咧。阿文啊，因兜的稻埕有空点仔干，只要每半点钟一改，野稻秆啊，加一撮一撮的切啊，并起来点仔干的涂骹面，互日头晒，安尼就是上天然的打扫的方法。日头哪会遮炎？我要热死。拍切啊，这项工课爽快是爽快，毋过伫赤炎炎日头下，地过日啊，白切啊，嘛是真硬斗的代志。头壳做烫。一方面，头壳顶日头足毒；另外一方面，涂骹的点仔干烧烫烫，烫只骹搭伫顶悬，袂输顶尖下白，嘛是强要互人记载袂牢。日头中昼当热，也是等树仔骹继续伫遮，较袂着沙。所以，伫下昼1、2点上热的时，阿文总是会偷休一下，晾较久才去冰切啊。不过，今仔日阿文伫厝里拍切的时，中昼过了后，东边瓦线的天顶，熊熊打一大片乌云，无偌久，远远就哪像咧弹雷公。阿文的老爸老母突然间拢对田林拼倒来厝里，这时阵阿文还阁伫咧厝埕边仔迄丛灵景树骹咧拄久歇凉。阿文啊，阿文啊！阿文对医疗摇起来，文啊，紧起来，西北雨要来啊！紧去夹大拖来。看到乌云对南边慢慢啊挖过来，阿文赶紧走去举大拖，三个人合力把切啊拨去埕中央。这个时阵上界需要气力，三个人都爱做伙出力扭大拖，才会当把切啊扭较济，搁较紧。慢慢，切啊就不做一个小山轮。这时阵，连高龄70、80岁的阿嬷拢出动来斗骹手，也扫手甲切啊扫去埕中央。母啊，母啊，母啊，雨来啊！你先入去，剩的我来就好了。
阿文啊，去厝甲遐甲芳布摕过来。芳布是用一大片塑胶剪来斗的。听候阿文的老爸老母一人一头，甲芳布褪开，盖伫漆仔顶悬，雨就开始落。哇，好佳哉，拄好的云。大细滴的雨水随风轻轻滴落来，拍伫芳布的声音，就亲像是咧拍鼓。噗噗噗的声音愈来愈多，也愈来愈急。阿文的老爸老母递过来啊，满装水，手提砖仔架甲石头，搭伫芳布顶面，避免芳布被风吹起来，漆仔去淋着雨。等甲一切拢处理妥当，这时阵，大家才发现，每一个人其实拢已经规身躯汗。伫足久以前，有一间三合院。广播剧也未演线，咱先来探讨一个名词的由来，也就是西北雨。西北雨相信伫台湾，大家拢对细汉听到大汉。西北雨直直落，一首囡仔歌，大家嘛拢会晓唱。不过，为什么号做西北雨呢？关系这个问题，婚姻的文史专家沈宏杰老师有非常特殊的见解。所以去，咱就做伙来听看卖啊。如西北雨的原理是西南气流旺盛，积乌云，乌云飞过来，熊熊就如青光雨。是讲西南气流落的雨，哪会讲做西北雨呢？这个西北两字是安怎来的？咱会记得古早看布袋戏无？西北派妖刀对杀东南派忠良义杰。自古以来，侵犯中原的异族，拢是对西边、对北边来。西北的贼刀骑马挂羚羊，羚羊响声做势头，乒乒乓乓，一搭较久就抢咧走，来是阵风，连伊去甲无影阁无踪。我简单直接讲，西北雨来无张弛，去无消时，熊熊就到。亲像西北马贼来抢的声势，五国若收袂赴，南雨透汤，鸭蛋酸汤，爱哭嘛无目屎。这种惊吓佮怨气的心理，实在是足共款的。我家己有做实过，我嘛以前我捌有安尼有一站有2年吼，我去高坑山里吼，我去拍笋干，做迄个工课逐工都爱唱西北雨，迄个唱西北雨的感觉，就是安尼的心情，所以才会号做西北雨。西北就是对西北响马贼的基地来的。七仔若要拍单，通常拢需要将近1礼拜的时间。阿文因兜的七仔爱阁拍1、2天，场埕已经无路，永传一个七仔今仔日就照对面好人阿伯因兜的场埕来拍。永传一个是阿文老爸线尾小弟，已经甲因几个阿兄分家，搬出去住伫附近。因某美惠啊，腹肚内有生9个外月，举一支白啊。伫遐咧冰七啊！美惠啊，你什么时阵要生？阿嫂，
应该就是即几工啊啦。哦，我看你腹肚遐尔啊大，阿叔啊，哪会无来斗3工？哦，伊去帮建户啊因兜挂稻啊啦，下晡才会转来。安尼哦，即几工下晡定定落西北雨，好佳哉阿叔啊，下晡会转来。啊无若落雨，看要安怎是好？经过一时啊，美惠啊甲阿文因老母讲：嫂啊，我感觉人无啥爽快呢。我转去一下，这个册啊，才麻烦你，搁甲我变一下吼。好啦，我会叫阿文斗3工啦。做你紧转去无要紧啦。落力吼，安尼就拜托阿文啊，我先转来去哈。日头赤炎炎，阿文啊爱伫日头骹，伫两边的稻埕轮流冰切啊，强要无时间会当走险休一下。伊哪爬切啊，哪向车路看。奇怪，阿婶哪会还袂转来？不过，伊的美惠阿婶山无搁再出现，伊去灶骹甲因老母讲：阿母，美惠阿婶当时才会转来，我爱冰两边的切啊，冰甲足忝的呢。哈？你若浸拢无转来，敢会要生啊？要无我来去因兜看卖咧。阿文的老母骑脚踏车去永川一个因兜，入去厝内才发现美惠啊腹肚开始一阵一阵疼。美惠啊，我看你安尼可能要生哦，我紧来去帮你叫产婆。阿文的老母骑脚踏车经过厝门口的时，阿母，恁美惠阿婶得要生啊，我要去叫产婆，你继续冰切啊哈。阿文啊心内有苦难言。哪会伫这时阵咧生囝？安尼我七个要读到当时。船长伯啊！哦，阿英啊，啊，什么代志？阮永传阿叔啊，因某美惠啊得要生啊，拜托你叫产婆一下。好，啊，我随下敲电话。阿文因老母骑去船长因兜，请船长敲电话叫产婆，顺便用放送头休永川啊紧转去。卖顾气炎，卖顾气炎。咱这个船办公处报告吼，这住伫高仔尾的永川啊，住伫高仔尾的永川啊吼，恁某得要生啊，若有听到广播吼，赶紧转去处理呢。迄船办公处报告，住伫高仔尾的永川啊，恁某得要生。过一时啊，阿文又搁看到因老母骑脚踏车经过厝门口。阿母，这个爱记你变哦。算入去，阿文的老母就搁骑去永川一个因兜斗骹手啊。到甲尾暗仔，阿文的老母才转来。这时阵，阿文甲因老爸已经甲两个稻埕的切仔收好，篷布嘛盖好势啊。食暗的时，美惠啊，生啊是无？生啊，是一个查甫囡仔，真牛，第一胎就生查甫的。迄个年代还阁是重男轻女的社会，所以厝内会当出丁是一件真重要的代志。等囡仔满月，我才搁去斗做油饭，献互亲情甲厝边隔壁。安尼，咱敢有油饭通好食？阿文想到油饭的香味，已经甲今仔日辛苦拍两个埕切仔的怨叹淡淡去边啊。想到山倒来有油饭通食，心情变甲真好。有啦，时到我才加摕一寡转来食。听到有油饭通食，阿文一个欢喜，嘴也笑甲利塞塞。我今仔日吼，甲咱的切仔
摕去浪费，放大速度。结果咧，袂歹，含水率差不多13度。好，安尼算讲咱的册啊，读了有功夫呢。系啊，我这几工读一个就要抄回答。哼，你阁敢讲？迄天西北雨要来的时，你伫树仔骹困甲毋知人。嘿嘿嘿嘿，吼你哦。明仔载吼，先用风鼓甲头壳的册啊开出来，底啊底咧吼，摕去浪费沟，安尼品质较好。对啊，希望即届会当抽出一个好绩效。今仔日的绘本故事广播剧《读册仔》是由王树图原作，赖家书编剧，洪秀芬台语校正。绘本朗读华语版林武正，台语版叶怡欣。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：阿文、苏胜富演出；美云阿姆、林秋霞演出；阿文的老爸林瑞芬演出；阿文的老母洪秀芬演出；美惠阿静、洪昭文演出；船长张志宏演出。你看咧，真冷霜，水牛食草顺残花，乌树牛仔来做伴，脚车顶徛咧看关山，美丽岛，美丽的咱台湾。你看咧，雨丝香，暗顿吃白影闪闪，五树山孤红的hen，金石脚，月娘出遐顶。